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牵涉唱水南国造泄漏机密风波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提出2019年3月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机密会议，讲马文君无签保密切结书。不过马文君强调，只要是参加机密会议，若准有签到，就要担起保密的责任，要求唱水南国造的调集人黄曙光出来甲讲清楚。马文君进前向告发涉嫌泄露国防机密，和外国罪，这个检署已经伫咧调查，也该列是外犯罪他治案被告。江南国造争议要继续咧看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加入涉密的风波，防指控出席机密会议，歪配合保密。民进党提出2019年江南国造合约设计成果报告保密签结书，注记马文君继续签名。针对这点，马文君11点开记者会反击，强调只要参加机密会议有签到，都要负保密的责任。反抗迄当中的调委，民进党王定宇若是有疑虑，会当卖互开会。签与不签，其实我们只要签到就算了，我们都负有这些保密的义务。民进党拿出这一张黑函，反复的攻击，到底用意是什么？我想请黄曙光出来说清楚。马文君指控连续几日讲的攻击是政治谋杀。要求江南国造的调集人黄曙光出面讲说明，立委你咧为批评民进党又在做乌甲做红的代志发生。那委员因为战斗栏，你们那边还面对下面的真侪疑点，马文君以管刑庭为理由提早离开。不过中日伊向告发涉嫌泄露国防机密，和外国罪。国检署已经交予重大危害国家安全甲社会特殊案件小组做伙来调查。马文君会防的外犯罪他治案被告。海军前线小组人员上来报告说。有一位委员没有签，请问主席该如何处理？当时要求才是一方面记录会议记录，二方面在拒签上注明，因为大家都有签，总不能大家一起背锅嘛所以注明是哪一位委员拒签切结书。王定宇讲，迄当阵来开会14个立委，都当马文君无签名，而且真正出席会议室。关注的内容，毋是打造江南的困难点，是出席会议人员的背景。体育会主委帮社宽认为讲，江南国造建造困难，应该互黄曙光捧下声。黄曙光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，给他一点掌声嘛！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武器发展第一次就能够完美的？王世宽表示，甲马文君并无私交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，交予司法互大家交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